过年啊，今日特算盘要带大家关心安怎烫围炉菜上解会好，因为大卖场就办一个烫围炉菜试食大会，特别找头点来到现场，教大家安怎烫盘。现场嘛邀请民众做伙来试食。拄则讲到今年因为天气较好，海产的购货量较稳定，海产类的介绍比往年较俗。像讲大卖场进口龙虾，还有帝王虾，拢比旧年较俗5%。另外，年货大家卖干贝比旧年较俗500块。过年爱食乌鱼子嘛比旧年较俗100块。随性的装饰一下，这样川味的泡椒卤鱼就完成了。交素时搁放瓜葱啊45分钟，一道菜就做出来。做便的年菜经过方便，过年之前伫卖场办特别试食会，请民众来试看卖。好吃，因为小朋友也很爱吃。对，吃鱼和年年有余。买佛跳墙送姜母鸭，限量优惠，赶紧来一套。那年菜优惠，今年买海产嘛真会好。气候慢慢的算是一个暖冬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在包含了一些海鲜的一些商品，它的货量会更稳定。它包含它的传奇到来，或是它的本身在进货时间上也会比较更容易掌控得到，会比往年至少在优惠超过5% 左右。冷冻的龙虾一只800公克，唔免1000块；2公斤重的帝王虾1999块，干贝嘛是绝对袂有更加俗的1368块。卖场海产的介绍甲年货鸡啊大车命。今年年货鸡啊卖海产嘛变俗啊。像台湾的乌龟子的方面，由于今年的产量稍微多一点点，所以大概也跌了100块。产量的比较充沛的话，它价格就比较平稳。乌鱼子一皮的介绍比旧年俗超100块，干贝一斤嘛比旧年俗500块，和销量加3倍到5倍，民众拢真期待今年的春节开同款的钱，会当比旧年价格更加青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